台南市文资会张审议决定讲，台南市的南山公墓无符合文化景观的资格。市政府是表示讲，未来会来参考国内外的经验，推动历史墓园的转型甲再生。也毋过推动的团体是表示讲，因会阁来提供新的事情，阁送文资会审查，继续来拍拼。今日米南山公墓内底上城落目的，就是三级古迹真金色的墓，才可会当看到荷兰时代汉族的墓。南山公墓是台湾汉人墓仔埔历史上久长的，不过最近台南市文化资产审议会讨论者敢会当登录做文化景观，经过委员投票表决，认为南山公墓无符合登录标准。大部分的委员都认为，南山公墓这边所呈现的比较不能够明显的一个呈现到这个人类跟自然环境所互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景，因此决议不登录为文化景观。面对审议结果，当年倡议守护的民间团体表达遗憾，因强调未来南山公墓可能会敢若剩无几个墓仔通好保存，南山公墓的人文意涵甲自然生态价值恐惊会渐渐消失。未来会继续提报个别的墓仔正做文化资产，补充登录做文化景观的新证据。非常可惜的是，这项愿景并未能够实现。若否定其作为文化资产的可能性，改以模糊未明的其他保存方式应对的话，南山公墓将无法获得制度性的保障，恐将无法抵挡未来开发的压力。市府强调，虽然审议无通过，不过委员原来认同南山公墓的历史记忆甲文化意义，未来会规划转型做一笪市民会当参观的市民教育园区，唔但会当保存古早人的尊严甲记忆，也会当提供市民一个兼顾生态、教育甲文化功能的市民教育园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